咱头拄则看到这款电动厨房车引起的交通问题是全台湾拢有，所以讲消基会今日嘛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爱重视这个问题，赶紧改善。为了减碳环保，这几年有推出真侪电动脚踏车、电动厨房车、电动两轮车，伫公园、大路甚至人行道拢会当看到。消基会表示，目前台湾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政府的法律，拢无针对这款电动慢车做出明确的规范，也是立法。到底安怎使用才是合法，无一个标准。发生事故，亲像骑伫人行道弄着人，大学生骑电动厨房车伫车路，和公车发生意外不幸死亡，危险未少。相关的一些厂商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只要提出购买凭证就可以了。他会去误导消费者说，其实你只要有合法的购买，你就可以上路哦。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哦。鼓励绿色运输呢，也要有配套好的法律制度啊，那才不会让人民呢陷于这个动辄得咎，然后后果自负的一个这个情况。消基会呼吁中央爱建立清楚的规范，让地方政府来执行，也爱规划路权，做好教育宣传，加强执法，定出路权减少事故，来保护过路人的安全。那透过这个4个面向的全面的改善，我相信我们台湾运具多元这样子的混合人车流的问题才可以去做有效的改善，那我们交通安全的问题才可以改善。消基会认为主管机关爱有清楚的法律规范，也爱要求挂牌，参考日本的做法，全面检讨标线，也呼吁爱来统计电动脚踏车、电动厨房车、电动两轮车的事故，透过分析来预防车祸。消基会也提醒民众，要买这款电动慢车进前，就要先做好功课。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